各位九龍西嘅街坊，正如大家見到喺第7屆立法會裏邊呢，我哋鄭泳舜議員工作非常之出色，得到廣泛嘅認同同支持。鄭泳舜呢，佢一路喺我哋九龍西扎根，做咗好多地區嘅服務，同街坊真係大家心連心。而家佢喺立法會裏邊亦都有非常之優秀嘅表現，所以咧，我作為一個九龍西嘅老議員，係全力支持鄭泳舜。佢一定係會喺新一屆第8屆立法會裏邊咧，做得更加出色，為我哋九龍西服務，為全香港服務。所以12月7號，大家一齊去投票。嗱，我哋一定要保證我哋鄭泳舜咧高票當選，成功連任，靠大家嘅一票啦！請大家總動員去投票。